香港的8月悶熱得讓人喘不過氣，空氣裡仿佛能令出水泥。在這個狗仔最無孔不入的城市，任何一絲風吹草動都可能被放大成一場風暴。而此刻，一場關於這家3代人的情感颶風正在銅鑼灣的街頭巷尾悄然醞釀。謝霆鋒這個名字曾經代表着叛逆、才華如不羈，而如今在大眾眼中，他更多是被那段跨越26年牽扯3個人的情感糾葛所定義。就在昨日，一段據稱是他在錄音棚內的視頻片段在網絡上瘋傳，畫面中的他不再是那個在舞台上冷靜肅然的搖滾偶像，而是一個情緒徹底失控的普通人。他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雙手抱頭，肩膀劇烈地聳動，周圍散落着被砸碎的吉他殘骸，那一聲聲壓抑至極的嘶吼，仿佛要將胸口所有的積郁都撕裂開嚟。據現場工作人員後來向媒體匿名透露，是因為他收到了長子謝震軒的一則簡訊，內容簡短卻像一把利刃，精準地刺中了他最不願意面對的現實。在即將到來的18歲成人禮上，謝震軒明確表示不配與王菲同席，甚至拒絕見到他。這不僅僅是一個兒子的倔強，更像是一場積壓了10年的情緒總爆發，將原本是毋庸持表面平靜的父子關係狠狠地推向了懸崖邊緣。謝震軒的決絕並非沒有來由，這個剛滿18歲的少年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被父親抱在懷裡、眼神懵懂的小男孩了。他繼承了父母所有的優點，身材挺拔，五官深邃，但那雙眼睛裡卻有着如年齡不符的沉靜和疏離。在過去漫長的成長歲月裡，謝霆鋒這個名字對他來說，更多時候是電視屏幕上的一個影像，是同學口中那個很酷的明星老爸，而不是一個配在周末陪他踢球，在深夜為他合被子的真實存在。尤其是在父母離異後，謝霆鋒與王菲的世紀復合佔據了娛樂版頭條。那時的謝震軒雖然年幼，但網絡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張照片，都像釘子一樣釘在了他的記憶裡。他記得那些被媒體圍堵的日子，記得母親像柏芝在鎂光燈背後悄悄抹去的眼淚，也記得無數個只有母親和弟弟陪伴的晚餐時光。或苦在內心深處，他並非不能接受父母分開的事實，他無法釋懷的是，父親似乎總是把那份對往昔戀情的執着凌駕於他和弟弟的成長之上。當他步入18歲，這個標誌着成年的門檻，他選擇用這種最直接，甚至有些殘酷的方式，向父親傳遞一個清晰的信號。有些缺席，不是一句我愛你就能輕易抹去的；有些傷害，即使是以愛的名義，也無法被時間完全治癒。而將這場家庭暗衝推向高潮的，是另一條從法院傳來的消息，讓沉默了苦久的張柏芝以一種極其狼狽卻又帶着某種悲壯色彩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輿論的暴風眼。他與前經紀人余旭印的合約糾紛再次開庭，這已經是雙方拉鋸的第5個年頭了。法庭上，余旭印的律師團隊拿出了一份據稱簽署於2011年的全球獨家經理人合同，要求張柏芝賠償超過4000萬港元的違約金。那正是張柏芝人生最為動盪的年份，剛剛經歷了艷照門的衝擊，又與謝霆鋒的婚姻走到了盡頭。他獨自一人扛着2個孩子的撫養權，旋要面對外界幾乎要將他吞噬的非議。為了支付購買世紀大廈的巨額尾款，他不得不接受余旭印提供的預支片酬，代價是被一份8年的長約捆綁。然而在法庭上，當對方律師追問細節時，45歲的張柏芝情緒數次失控，他拍着桌子，聲音嘶啞地辯稱那份所謂的合約是偽造的，簽名並非他本人所簽。他甚至一度哽咽到說不出話，對着法官哭訴：那段時間我太混亂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我根本記不清了，我連自己都快不認字自己了。這一刻，她不再是那個擁有傾城容顏的玉女掌門人，而是一個被生活逼到牆角，在廢墟中拼命保護3個孩子的單身母親。這份狼狽，在媒體的渲染下，反而讓她獲得了許多普通人的共情。人們開始翻出10年前關於那場離婚大戰的舊賬，試圖從中找出誰是真正的過立方。
有人指責謝霆鋒在張柏芝最需要支持的時候選擇了抽身離去，有人感嘆王菲雖然看似超然物外，卻始終是患梗在這障之間無法逾越的一道門檻。但更多的人看着法庭上那個面容憔悴、為了幾千萬而聲嘶力竭的女人，突然意識到，在這段長達20年的三人遊輝中，張柏芝雖然失去了婚姻和光環，卻用自己最笨拙也最堅韌的方式，換來了3個孩子的依戀與守護。在輿論的天平上，她不再是那個被同情的棄婦，而是化身為一個為了孩子可以不顧一切的戰士。這種身份上的反轉，讓她在公眾眼中贏得了某種意義上的勝利。這一切的情緒交織在一起，最終在那個本應充滿祝福的成人禮晚宴上，爆發成了一場靜默的戲劇。酒店的宴會廳被佈置得溫馨而隆重，巨大的蛋糕上插着18字樣的炸竹，燈光柔和地洗在每一個角落。張柏芝穿了一身她給小嘗試的粉色套裝，那是她和倪子之間的一個約定。為了彌補生命中缺失的父愛視覺，她試圖讓自己看起來既像母親又像朋友。謝震軒和弟弟謝震南坐在長桌旁，母親則坐在主位，微笑着招呼親朋好友。然而，在這場精心策劃的喜悅背後，幾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張空着的椅子所帶來的沉重氣壓。現場沒有出現謝霆鋒的身影，也沒有任何來自他的視頻連線或公開祝福。據在場的賓客私下透露，謝震軒在整個晚宴中雖然表現得彬彬有禮，但眼神偶爾卻飄向門口，那是一種極其細微的期待，隨之而來的便是更深的失落。就在同一時間，有人拍到謝霆鋒現身某私人錄音棚，神情落寞，甚至被目擊到在停車場獨自抽煙苦酒，背影顯得異常孤寂。這種在同一座城市，卻仿佛身處兩個平行時空的割裂感，讓所有旁觀者都唏噓不已。王菲在這場成人禮中更像是一個符號，即便她本人並未現身，甚至從未對這件事公開發表過任何看法，但她依然被各方言論推到了台前，被視為謝震軒拒絕接納的對象。有知情人透露，謝震軒曾對身邊的朋友說過：我尊重爸爸的選擇，但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家人是誰。這句話被媒體大肆轉載，被解讀為他對王菲隔空投下的拒絕票。當夜深人靜，成人禮的喧囂逐漸散去，留給當事人的卻是更漫長的納心撕扯。謝霆鋒缺席了倪子的成人禮，卻在隨後的個人演唱會上，將那首被外界視為對王菲定情曲的《玉蝴蝶》唱得蕩氣迴腸，甚至被目擊在後台因為情緒波動而一度無法繼續彩排。這種在公共舞台上給準浪漫，在私人生活中卻極度失職的巨大反差，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兩極化討論。有人認為他活得真實，敢於在年過半百之際依然追求純粹的愛情。更多的人則翻出謝震軒英人時期的照片，對比現在這個冷着臉拒絕見父親的青年，痛批謝霆鋒作為父親的不稱職。謝霆鋒似乎陷入了一個死循環，他越想找住年輕時那段被現實打斷的愛情，就越是在現在的家庭關係中丟失籌碼。而他每一次試圖彌補倪子的舉動，又往往因為在方式上忽略了王菲的感受，而顯得顧此失彼。與此同時，張柏芝雖然贏得了輿論的同情和孩子們的愛，但她付出的代價同樣沉重。除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消耗着她的精力和財力，她獨自撫養3個倪子的壓力也讓她闖露了苦多。她在法庭上的失控，與其說是因為金錢糾紛，不如說是長期以來積壓的委屈和焦慮終於找到了一個宣洩口。人們這才意識到，在這場長達20多年的情感馬拉松裡，沒有誰是真正的贏家。謝霆鋒困在了過去的情感執念裡，王菲雖然看似雲淡風輕，卻始終無法擺脫介入他人家庭倫理的爭議。而張柏芝，她用最美好的青春和事業的黃金期，換來了3個孩子的長大成人，自己卻被生活磨去了所有稜角。時間是最無情的裁判，他洗去了所有表面的浮華，只留下最赤裸的傷口和對責任的審視。當謝震軒宣布成年的那一刻，他和父親之間不僅是年齡上的代溝，
更是一道由無數次失望累積而成的天塹。謝霆鋒在錄音棚裡的那一季，跪的是對兒子無法挽回的愧疚，也是對歲月磨情流逝的臣服。回望這26年的風風雨雨，從2000年謝霆鋒與王菲那段驚世駭俗的世紀牽手，到後來與張柏芝的閃婚閃離，再到2014年的世紀復合，三個人的名字如同糾纏不清的藤蔓，緊緊捆綁在一起，牽扯出無數或甜蜜、或狗血、或唏噓的往事。而在這場漫長的拉鋸戰中，最無辜也最受傷的，始終是那兩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孩子。謝震軒的成人禮，與其說是一場慶祝，不如說是一場磨腥的審判。他用缺席父親的審判來控訴這18年嚟情感陪伴的缺失，他用拒絕王菲的審判來捍衛母親那脆弱的尊嚴。無論外界如何評判謝霆鋒與王菲那超越了世俗眼光的愛情，都無法迴避一個事實，在兒子的成長檔案裡，謝霆鋒留下了太多需要塗改的空白頁。張柏芝或苦輸掉了婚姻，輸掉了事業的巔峰期，甚至在法庭上輸掉了體面，但在孩子心中，他那份不離不棄，甚至有些笨拙的守護，讓他成為了這場漫長博弈中唯一擁有堅實依靠的人。這種贏帶着血淋淋的代價，卻也閃耀着人性的微光。對於謝霆鋒而言，這或苦是他人生中最昂貴的一堂課。有些愛需要用一輩子去償船，而有些錯過一旦發生，就再也無法回頭。當演唱會現場的聚光燈熄滅，當成人禮的蛋糕被分食乾淨，留給這喧囂紅塵的，不過是一個男人孤獨的懺悔，和一個少年決絕的背影，以及那個在風雨中獨自撐傘的母親，終於等來了屬於他的至道的理解與尊重。